呢個植物咧正式學名啊叫做鳥歌王，鳥歌王啊，鳥歌王啊！神農之旅大旅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棵叫做鳥歌王。呢個鳥歌王咧又叫做賊褲帶，佢有一種內傷藥。相傳咧有一個丞相，佢喺未發跡嘅時間咧，係一個小鎮度啊，俾啲流民小偷啊打到重傷，啊，幾乎死咁滯啦。咁啊後期咧得一個小偷將佢褲頭帶入邊嘅藥啊傳咗俾佢，叫佢攞翻去啊煲水飲啊。當佢好翻之後，發跡做咗丞相。佢就翻轉頭呢個小鎮啦，想揾翻呢個小偷啊！咁啊，以前呢啲官出巡呢，大鑼大鼓噶嘛，做賊嗰啲梗係驚啦，梗係匿埋啦，揾佢唔到。咁啊，後期咧呢個丞相問咗好多人，得知到呢個植物嘅來源。原來呢個植物呢係一般流民小偷啊，就綁喺褲頭帶，以防俾人打傷嗰個時候咧，佢可以煎湯服用啊！咁啊，正式個名咧就當時係冇人知嘅。咁後期咧，呢個丞相咧就將呢個植物咧就命名佢為賊褲帶，因為咧呢個植物個草藥咧佢係綁喺條褲頭帶入邊，而且多數係啲流民小偷專用嘅藥物。好啦，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鳥歌王咧，成棵都入藥嘅，最好用咧就根部。